这个24节气今仔日来到小雪，中南部是较无感受到天气反冷，也毋过北台湾的乡亲一透早就真有感觉，因为冷空气到位，而且这个强度无排除讲会达到冷气团的顶级。北部东半部阴暗，愈暗会愈冷，日暝了后的低温会落降到剩12度。明仔载天气转大冷，拜三的透早顺德甲苗栗，因为辐射冷却的效应，气温也是增加。气象局讲，这波的冷空气的低温，若是水汽配合了有好势，安尼3000到3500公尺以上的高山，有机会来落雪。小虎会导令堵住起来，不少民众一透早就排队要来买早顿温暖身体。今仔日是24节气当中的小雪，温度嘛开始变寒。今天受到锋面通过以及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，随后的冷空气的影响是会比较明显一些。预估这一波的东北季风的冷空气的等级呢，是在接近东北季风到大陆冷气团的等级之间，而且感受上是比较湿凉的。接落来拜二天气适量变冷，北台湾温度伫17到19度，中部20到25度。拜三因为辐射冷却，透早低温，中部以北、东部地区温度13到15度，其他地区15到16度左右。另外，这波东北季风强度伫大陆冷气团之间，有机会会落雪。水汽上面来讲的话，是今明两天比较偏多。那如果说呢，在温度跟水汽的条件上面有配合的话，我们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是有机会出现降雪。除了落雪以外，受东北风增强，气象局嘛发布陆上强风特报，包括基隆、新北、桃园、新竹县市等14个县市提出警示。所以我们在整个高雄以北、东半部和恒春半岛，还有澎湖、金门、马祖，都容易有8到10级的强阵风。周四，台湾附近的水汽又会稍微再增多一些，所以在降雨方面呢，要留意，像是在整个北部、东半部，还有整个西半部的山区和恒春半岛，要留意可能会有一些局部降雨的状况。这礼拜天气真冷，民众拢真有感觉，一定要穿较少的片面去感到。